在高雄港有几个码头，最近这几年转型做商业甲观光。过去长久以来，正做金门、偏湖、宝惠、罗回16至18号的码头。2019年，因为中央甲地方的意见无同，所以开发全的冻点。为着要活化这个旧码头，在新增的时阵，营养温室的阿比亚会转来高雄，重新开放16至18号的码头，而且按算伫咧新增了后来招商，促进观光。 大人甲囡仔为黄色的球池做伙欢迎阿比亚重回高雄。高雄市政府日下晡宣布，春节期间唔但干那黄色阿比亚转来，要搁开放16至18号码头，布置大型游乐设施，要搁创造观光高峰。有2只的黄色小鸭，所以我想，观光局跟市府团队对于会吸引的人潮相当有信心，希望渴望可以超越10年前。高雄港16至18号码头做往回金门、偏湖、线10回部分码头已经20多年。 2017年，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成立土开公司，准备开发16至18号码头。不过，2019年却因为中央甲地方意见无共划停，甲去年10月才请业者签线开始征地。离大楼过去那里21号码头，去年的时候，市长就我们启动了招商活动，可以提供很新的商业行为。 我近旅运中心本来正旧的16至18号码头已经整地完成，占地4.4公顷，一定3月了后招商。不过用途要对旅运中心做观光，也是因应5G AIoT 发展高科技，民众有哪有想法？让民众亲水啊，然后看到美丽的风景，就是这一块不要浪费。希望说能够再增加一些艺文活动的一些空间哦，所以也会搭配的配合整个遥安2.0的开发。 来进行。话无讲确定，单期卖回应现阶段会先沿海户民开放民众休闲。港务公司嘛表示，相关招商事项会甲高雄市政府共同研究，全力配合市政府的开发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